今日香港30幾度，超熱。咁而家就去緊幫一個客戶，就將佢個強積金由佢原本嘅強積金供應商就轉過嚟我公司啦。咁乜唔係間間強積金公司都差唔多咩？點解會選擇轉過嚟嘅咧？咁啊，原來咧香港咧個強積金咧嗰個手續費咧，每一間咧都係會有唔同嘅。咁以我公司為例咧，就相對咁多間入邊嚟講咧，就係全港股票率最低嗰一間。咁啊，低嘅管理費對佢有咩影響咧？因為管理費咧都算係回報嘅一部分嚟嘅。咁啊，第二樣嘢咧，佢亦都睇到我哋嘅基金嘅表現同佢公司個表現就爭好遠啦。咁啊，同一隻類型嘅基金，美國股票基金，一年平均去睇咧，佢舊嘅公司咧都係得個10幾個 percent 嘅啫。但係我公司咧就有20個 percent，即係回報咧都相差差唔多接近1倍咁多嘅，所以佢就決定要轉我哋啦。